馬安邑。第4場嘅賽事交俾集前，最後入閘係安邑，等埋呢一匹馬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。4場賽事4班1200，大熱係7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約出㗎啦。前面快啲嘅馬呢，有安邑王者有利啊，內欄呢就嘉應光彩㗎啦。外邊走上去嘅馬仲有天下寵兒啊，最出橙帽嘅上教啦，競馬一心亦都跟住個第5位啊。內欄第6就嘉應光彩啦，第7位出邊灰馬超越夢想，中間勝多多啊，後邊4隻啦，紅衫咁啊尾4康樂高球啊，尾3呢就手機標勝啦，尾2紫色心風采人生啊，暫時殿後係新力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王者有利放添啊，快過隻上教啊，天下寵兒啊內欄第3啦，外邊走上去嘅馬有競馬一心啊，外邊冚仲有灰馬超越夢想，中間呢仲有勝多多啊，揈出去外邊追嘅馬，咁啊有呢隻呢紫色衫嘅風采人生，最出大白鼻梁呢，咁啊紅衫嗰隻康樂高球啊，馬林中間揾緊位喎，黑帽黑袖嗰隻就係嘉應光彩嚟㗎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埋邊位置仲係王者有利啊，小喘內欄追有天下寵兒，中間競馬一心勝多多亦都追緊，埋邊嘉應光彩冇乜位啊，出邊冚上嚟好大步啊，係嗰隻康樂高球嚟㗎。最後100米到啦，康樂高球外邊呢就一擁而上贏出呢場賽事，勝多多跑第2啊，第3名係天下寵兒啊，第4名冇位喎呢隻嘉應光彩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好大步好大隻，外邊冚康樂高球啊，咁啊出2場贏2場咯喎，勝多多跑第2，第3名埋邊天下寵兒啊，第4名呢係嘉應光彩啊。咁啊，2號嘅康樂高球咁啊，再贏啦，班德禮啊4.5倍勝出啊，第2名12號嘅勝多多希威森，第3名係11號嘅天下寵兒啊田泰安，第4名呢先至熱門嘅7號嘉應光彩歡頓。呢粒高球啊射入咗啦，可以都犀利啊！上次嗰組隻都識贏啊！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1名2號康樂高球啦，獨人派45蚊，位置派17個半；跑第2名12號勝多多，位置派26蚊；跑第3名11號天下寵兒，位置派52個半；連人位2搭12派228蚊；二重彩啦，2號12號順序派410蚊；單天2號11號12號派1167蚊；三重彩2號12號11號順序派5607蚊；位置 Q 2搭12派66蚊；2搭11派131蚊；11搭12派233蚊；跑第4名就係7號啦，嘉應光彩。第4係慘咯，哇！都冇乜點騎過啊，真係嘉應光彩。呢個唔敲鐘敲頭嘅要。出閘之後個際遇都差到不得了，入到直路又差。唔緊要啦，下次再接再厲啦，好快可以贏嘅啦。呢隻啊，今次同上次嗰個走位際遇都完全唔同，不過一樣贏得輕鬆。係咯，留得後啲咯。就走外碟。贏識贏嗰啲都贏咯，贏唔識贏嗰啲馬梗係輕鬆啦，應該。嗰啲天志氣啊，係咯，歲歲有福都勁到不得了啊！嗰啲組別。今次2、3名嗰啲喎。蘇慧賢、彭財贏2場，呢隻贏2場。今季有好多一出就贏到噶，仲可以打搭添。咁啊，臨尾都仲45蚊啊，因為7號好熱啊嘛。
睇下陣間仲有啲巴基之星啊，係咪又一出就贏啦？王者有嚟咩咁重磅嘅放頭啊？天下寵兒都有啲走勢啦。係好咗啲啦，不過即係雖然都貼咗佢，不過佢個第三係好彩嘅啫。你話喺7號好彩啲，佢都係第4嘅，我諗都係。風彩人生落飛，失望喎，又衝落唔係好好啫喎。走位啊同上次差唔多，但係一拍住嗰啲康樂高球呢，就完全比下去。班德禮贏完大浪淘田啦，啱啱咁啊，再贏呢只啦，康樂高球。偉大都真係今日出擊啦，至旺財，跟住呢隻近。睇下4連環預計派彩啦，2號、7號、11號、12號派645蚊。4重彩預計派彩啦，2號、12號、11號、7號順序派19,625蚊。選咗2條 Q 啦，偉大啦，今日暫時。好，巡邏影片又睇翻啦噃，都留意下嗰隻嘉應光彩呢，沿路都相當啲欠運嘅，呢一場都步速方面就正常啦。呢一組就王者有利出閘快喎，咁但係呢出閘快呢順勢上前呢，呢個跑法呢對於佢嚟講就唔係咁好啦，因為佢有啲口徑嘛，咁你再加埋外邊嘅上格上嚟拉下佢呢，大家都冇着數。天下寵兒守住個內欄中檔第3啦，埋邊安入呢，中段已經唔多啦，咁啊令到天下寵兒呢，騎下呢埋咗內欄更加正添。中間就競馬一心啦，出邊就灰馬超越夢想，後邊聖多多內欄呢，嘉應光彩呢，俾嗰隻安入呢越蹬就越後嘅。出邊就康樂高球大步走上嚟啦，咁啊風采人生喺佢隔離，後邊呢都追翻少少啊，手機標勝啦，同埋包尾嘅新力。所以你幾唔好彩啊！呢嘉應光彩咁多隻唔跟，啱啱又跟住嗰個宿情來嗰個安入，呢度轉唔到出嚟咯。跟住又冇位係啊，直路都冇騎到幾多步。你揀裏邊，如果揀你灰馬出邊嗰個嗱啱啱嗰個位，可能有機會撲到上嚟，咁咪冇啦喺度等啦。一個品字包含咗。等運到啊！你叫競馬心帶你上去，梗係唔得啦。開邊啊，風采人生衝下又冇咗嘅啫嘛，都係有啲失望啊。跟住聖多多又片出去，又再將隻嘉應光彩帶出啲。好啦，第4場都復榜完畢，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2搭12派66蚊，2搭11派131蚊，11搭12派233蚊。2重彩啦，2號、12號順序派410蚊。4連環2號、7號、11號、12號派645蚊。4重彩2號、12號、11號、7號順序派19,625蚊。孖寶派彩啦，頭關1號尾關2號派73蚊，頭關1號尾關12號派33個半。第2口孖 T 頭關1號、3號、4號尾關2號、11號、12號派34,335蚊。分段時間頭段23秒71，第2段22秒44，末段23秒12，總時間1分09秒27，比標準時間快，未夠1線。